嘿，谁做的那个风铃也很好听哎。哎，竹子了吗？哦，桥南老街，当天老铺，头家好，头家好，你先生好。头家好，你先生好。哦，百外档的老店，哦，咸水桥南老街，拍铁的老铺，哦，这足出名的，足出名的，足出名的，全世界可能叫要出名。嗯，哇，真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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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哦，真高！我大人做工咧金死死，迄家刀安尼做工咧，迄刀安尼做工咧金死死安尼。够功夫有够厉害的啊！咱台湾你要找200外档的老店，但无第二间无啊啦。是200外档嘞，200外档嘞，200外档，200外档才对啦。哟，你找200外档的老店，但无第二间啊啦，啊无钱啊，这间店可出名，出名你日本德国去啊。哦，到日本德国啊，国际哦，日本人过去来买到。哦，日本人过来到这买。哦，这么简单。含你电话多给他吹来。哦，就带4个杯来。哦，然后。人中国多给他吹。是。你去江地，南明校长个出来。哦，南明校长。出名。哦，是，好，感恩啊，好，大开眼界。比恁大一岁。我就南头港人。恁大一岁。南头港哩。你他妈有骗人，我是大风的人咧。我见啦。咱当初冇讲，出名到外国去的啦。哦，见到对外国去。出名啊。哦，是。啊，每一个店开就开200外档，一拍离婚关系啦。哦。拍离婚关系太拍离婚关系啦。每样。啊，安那咧猪头病我伫遮换哦。啊。猪头病可能毋是伫遮换。你药病你讲买未了啊？你讲买未了啊？哦，那病你讲买未了，那药有当无通你有影啦吼。啊，病你讲买未了啊？哦。病足济诶，好普通吼，你只即风贵诶，照顾迄个你有那无当买即个物件啦。啊，迄猪头迄个更较新鲜诶，才有咧处理呢。有啦。哦，遮老。有啦。哎，够老。啊，有正店边出名200外档，这个200外档的功夫都好我感觉功夫好，质量都好个。功夫好，质量好。咱嘛讲迄老辈们，咱要好爱过桥。啊，过桥，对，好。啊，我妈妈红厝寮人，红厝寮哩。红厝寮啊。知影啦。红厝寮咱过桥，这种知影，饭店咩拢知影。过桥就是安尼啦吼。哦，过桥是过这座桥哟。哦，这所在名咧过桥。哦，啊，这所在做过桥。较早过桥，钓去较在老热的啦。桥南老街。迄边是无路呢。迄边无路。较早红厝寮你行拢爱行这条呢。哦，行这条。哟，迄边是无路，较自然才开路的。哦。日本自然日本人才开路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那古早爱行这条。哦，古早拢行这条。哦，是。港口里边啊吼。哦，港口里边啊吼。大众庙诶南边。无，毋是遮未大众，但是面头前要开上港。港口是遮样。港口是伫遮吼，这大水沟呢。港口我船头行啦。哦，船头。哟，清朝讲船头行啦，日本时就讲港口，这是无讲码头啦。哦，码头。对啦，对，这样合本。交的，我讲无共啦。哦，这样合本，哟，无共啦。所以去大众庙去啊，到尾啊啦。哦，大众庙啊，哦，我正啊。这边边啊遮样啦，港口边啊遮样啦。哟。啊，港口附近后妈祖庙后迄个叫上帝啊公庙咧，哦，简单。这拄啊拢伫港口边啊，才有庙啦。哦，对。港口。马祖庙。哦，讲起来用这个讲的哦。这练啦。哦，真高。哈哈哈！练的你练的。哦，啊，迄金丝丝迄是有刀啥货还是？啊，无啊，刀啥有做甲金丝丝啊？金丝丝。迄刀啊，菜刀迄。对啊，刀啊，迄白铁啊长啦。哦。白铁长，迄个毋只白生煎。哦。大也白生煎，啊那黑铁啊长一生煎啦。哦。黑铁啊。哦，看安尼，
金水是安尼水干的吼，哦，感恩。无啊，无个啦，日本德国要改变到。日本德国哦，日本德国。做名国家都要改变到就无简单啦。啊，送来甲伊报啦，无太知影。你讲话写字也袂通。你电视报都话电网络电脑头有我好，我册拢有我安尼开个报。册拢有。我无咧开钱呢。有李先生，我是无咧开钱呢，我是无咧。哦，赞，感恩啊。迄厝个我甲咱拍广告拍好好呢。哦，是，感恩啊，就感恩呢。哦，迄个这脏水啦，哈。哦，赞。哦，啊这做工课做甲医疗已经变安尼去啊。医疗就到我人啊。敢若医疗就办法当。这医疗就坐大家是咧讲天啊，讲啥？你这下刀，下刀嘞哟！你查要讲歹你啊？哦哟，也袂使讲歹，查袂敢讲。下刀好，下刀医，哦，这医药叫下刀医，好，白铁啊，迄才会堪米安尼有法度人啊，补甲会攻击哦。啊，遮厉害的补甲会攻击，白铁啊，迄。火炉才攻击啦。哦，火炉。哎呀，补几点钟有？好，谢谢啊，感恩啦。哦，大开眼界啊，会使翕啦哦。哦，才会廖俊啊，拢有来，足出名迄电视明星。哦，好啊，谢谢啊。好。哦，这只哪有名的？敢若卖足贵咧。哦，李一男先生。李一男先生啊，物件足侪项的呢，当好啊翕，足感恩的啊，真正啊，功夫厉害啊，看是要做菜刀，还是要做鸡啊，还是要做刀啊，水果刀啊，还是要做猪头的这搞啊，武术刀这厉害啊，武术刀也有，真搞做艺术品的武术刀啊，遐侪支的呀，这无简单的啦，敢若猪头的骨啊，迄个足济啊啦，鸡啊啦，哎呀，菜刀、水果刀啊，遮济项物，真正遐大开眼界啊这，有叫古早米你啊，艺术品安尼茶啊介收迄个这倒病的茶啊介收遐讲，通会介收的，收迄倒病，收迄。补头的，这好卖补头呢。迄破茶的补头的，螺旋蚵啊啦，迄螺旋蚵啊呢，这螺旋蚵啊。这参，这蚵三回的这个特殊造型的无简单，这全力打铁铺了，传承第6代了呢。无简单，以早馆长收饭底先生感谢真的呢。大爱剧场，富裕人生来遮翕了。无简单。拍铁啊店有大人做甲呢，真搞，迄个刀啊，迄剁个肉迄款，猪啊肉迄个刀啊生个形个造型，迄猪店看起迄种刀啊，较莫杀生的，食素食食素食素食环保救地球较好，后迄个狗会陪一个狗的，无简单。后人安尼画甲遐准，画甲遐熟诶，够搞了。敢若这点啊，你看，敢若这菜点呢，乌心椒的点啊，就几啊块呢，乌心椒的点就几啊块呢。这保健了，这保健了，这保健呢，好刀，保健，
哦，真滚啊，真滚！哦呀，无简单。哦，这外国人诶，啊，这外国诶，这外国诶，你看这外国资料这。哦，这看这德国诶呢。哦吼，这咬诶呀。哦。看到诶。听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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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！大开眼界，感恩啊，大家吼，足感恩诶，大开眼界啊！哦，今仔个会当看到咧操作，足好，足好，哦，足感恩诶，足感恩诶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哦，我有去想到一个家，叫做猪头病哦，猪头肉啦，啊，拢新鲜诶啦，吼，会当起来接无啊？哦。哦，好嘞。哦，安尼想讲要去地换猪头病啊，结果才会当换，咱无咧注意，咱无想着讲才会当换猪头病。谢谢谢谢，感恩感恩。哦，无简单。这机器拢还佫会用一个。哦，迄只来就是拢会当用这个磨的啊。感恩啊！谢谢啊！我来去庙啊拜拜啊！